人拢有能力，多少无共款性质、无共款的所在，上帝互人表现能力的时阵，总是咱今仔日要伫即个所在重新来思考另外一种的能力，伫咱的生命、伫咱的信仰中间，你领受偌济。圣神降临节拄过了无久，咱要做阵来想圣神降临节有关的这个思考的主题，来想圣神降临，诚做初代教会一个真关键性的一个时刻。对伊才开始，这个基督徒、这个信主人开始以后三甲自州，然后呢做见证，将福音做外底。过去福音呢是伫内面，家己分享，家己知，总是圣神降临了后，诚做一个真无共款，大起讲伫咱伫教会界内面。所以有人讲圣神降临节，嘛是教会生日的开始，教会生日的纪念的日子。而且咱要伫即个所在，咱要做阵来思考。到底人的能力、教会的能力，到底伊的来源伫倒位啊？咱真早去调咱要对参孙的故事，甲使徒行传、圣神充满这个代志，咱要家己放做伙，咱要做阵来思考、来想。我相信，互咱有一个新的启示伫咱的了解。史书记内面有记载真侪史书，有人会问讲啊，史书是啥？史书是啥物角色？史书若是用咱今仔日较浅白话来讲，就是信仰的民族英雄，信仰的民族英雄，咧带领当时以色列百姓伫信仰的中间，互上帝来用，然后伫迄个所在来带领以色列百姓脱离歹人的手中。史书记内面记载上尾一个史书民族英雄，就是参孙。大历史，我相信有真侪人对主日就开始就听过即个人的故事，嘛真侪人。最爱听主日老师甲咱讲，关于即个参孙伊的所行这一切，总是咱伫参孙的生涯中间有真侪人会当经验，就是参孙的4比的活较精彩。你若看史书记的时阵，你就发现，伫14章到50章的中间，伊的死比伊活较精彩，拢是伊的活更较矛盾，伊的活更较是一个矛盾。是安怎讲？咱要讲参孙伊的生涯是遮尔啊特别。遮尔啊，互人感觉充满真侪故事性的一个信仰的人。咱要讲，伊是一个上帝已经备办好，要来到以色列人民族中间某一个人的家庭来做一件真要紧的工作。所以参孙伊的名原底的意思就是伫迄个希伯来文的顶面，伊就是一个太阳的囝的意思。太阳是啥物？太阳就是发光嘛。所以意思是参孙来到这个以色列百姓的中间，就是啦，要做光明的人，带来光明，互以色列有光明、有快乐。真侪史书，咱来看，伫史书记中间有真侪史书，伊收好调，拢是性命到一个坎站的时阵，上帝呼调这个人来互上帝用做史书、做民族英雄，总是干啦参孙，伊毋是半途互呼调。圣经讲，伊还未出世，上帝就甲伊呼调；还未出世，上帝就注定要来用这个人。我来读一段圣经，伫士师记第13章的所在，伫交代一个背景。这个背景，互咱知影讲参孙伊出世的背景。士师记13章的第1节，安尼记载讲，以色列人搁行耶和华所看做歹的事。耶和华将因交伫非利士人的手40年。迄时有一个所人是但的族，名叫马罗亚，伊的某无怀孕，无生。耶和华的使者对迄个妇人人显现甲伊讲：你平素无怀孕无生，当你要怀孕生一个囝，所以你着细字无酒交手拢毋通啉，无清气的米也毋通食。由你怀孕要生一个囝，剃头毛的刀毋通到伊的头壳，因为这个囡仔对胎儿就归上帝做拿西利人，因为伊要做救以色列的头一站，脱离非利士人的手。这是13章第1节到第4节。第5节中间，甲咱留一段背景。安尼，咱看这段背景，咱就知讲，参孙的出世是受上帝安排，对不对？
伊的爸母巴罗阿甲伊的太太，即即对翁仔某拢无怀孕，无生囝，就是上帝的使者来到伊的中间，甲伊讲：你要怀孕生一个囡仔，你爱甲伊负责参孙。然后呢，一个囡仔伫即个过程中间，无酒、交酒，拢袂当捌，无清气的，哪啥物物件拢袂使去捌。然后爱分别做成，伫你的胎里开始爱分别做成，所以你爱甲伊叫做拿西尼人。所以咱就了解讲，咱伫圣经捌听到拿西尼即个名词，即个参孙细汉伊就是爱做安尼分别。咱的现代中文日本的圣经，甲拿西尼人家翻译做离俗，就是离开世俗，离俗的人，离开世俗，就是甲即个世俗爱有所分别。然后伫宗教信仰的顶面，爱伫遐，互上帝全然来用伊，单单伫遐来信奉上帝。然后上帝所讲的这个无清气的物件，这个条例拢一定爱守。所以伫民数记内面，伫第6章的第1节到第8节中间，就咧记载关于哪些理人爱守三款的规例条例。民数记第6章有交代真清楚。所以上帝已经甲参孙啊备办好。所以这个事实是真特别的，还未出世，上帝已经备办好啊！这个人要来救以色列百姓，以色列人，因为啊，非利士人已经甲因啊统治40多年，真辛苦，辛苦。事实记内面13章内面，互咱看伊讲，安尼这个囡仔出世的一个背景。了后13章的第14节，就是咱今仔日所读的圣经，就安尼讲耶和华的神起头感动伊，囡仔开始大汉。参孙开始大，上帝灵开始感动伊。原文的圣经翻译讲，上帝灵开始将伊兴起，参孙兴起，就是互参孙开始有能力，通做真侪真了不起。上帝所要交代的这个代志，特别是伊的困难。所以有真侪人讲，参孙伊是大力士，大力士非常有力。唔通咱袂记一项事。圣经咧讲，囡仔开始大汉，上帝的能力开始伫伊的心中。上帝的能力是透过这个囡仔受分别做成，叫做离俗的人，叫做拿细年人，守这个条例、敬虔的条例，甲这个律法，上帝的能力就伫伊的中间开始豆豆互伊，毋是马上互伊哦。到伫迄个所在来互伊。安尼姊妹，能力，你感觉能力是啥物？有人是靠学历来有能力，有人是靠经验学历有能力，有人是靠聪明有能力，因为伊当灵机应变，所以伊有能力。有人是靠钱财有能力，因为伊有钱啊。伊就会当叫人替伊做代志，所以伊就有能力。有真侪人用无共款的方式，伫伊的生活中间表现伊有能力。主要老师甲咱讲，参孙的能力是伫倒位？圣经甲咱讲，参孙的能力伫倒位？啊？头毛？头毛啊，头毛。今仔日圣经甲咱讲是头毛、头脏拢同款。圣经甲咱讲，这个人伊的能力是伫遮，剃头刀袂使淋到伊的头壳的顶面。细汉听到大汉了后，特别咱伫16章的第17节的所在，咱阁发现一件代志。搁较确实证明一件事，就是当参孙甲伊即个秘密甲代志来讲伊的能力是伫即个所在的时阵，只要甲伊的头壳用剃头刀将头毛甲伊剃掉的时阵，伊的能力就失了。即个16章书记的16章17节记载安尼的时阵，互咱每一个人咧看参孙即件代志，所有的焦点拢放咧对，放咧头毛的顶面。咱就就是讲，你若无头毛就无困难。就是咱的圣经
咱今仔日圣经中间诚心要来敬拜，到底参孙伊的能力是对倒来？敢讲伫即个所在嘛？士师记、民数记内面有咧记载，即个条例中间，咱看见一项真要紧的，就是做哪些呢？所以首先，咱要伫即个所在开始来看讲，哪些呢是一个啥物款的人？这是一个民族吗？毋是。这是一个特别做记号的人吗？是。圣经伫遐讲即种人呢，伊甲利未人无共款。利未人是上帝分别做成伫12支派中间另外一阵族类，总是哪些呢？毋是，伊是伫迄个所在离开即个世上的这一切，然后独独遵行上帝的旨意甲律例，然后伫即个过程中间，上帝将能力开始赐予这个人，然后去做发挥上帝爱去做的这个功能。咱确定啊，再来讲到底。参孙了有上帝予伊即种能力，伊有做到遮个部分，这是咱后面咱即个另外一个时间，咱即个来想，再来思考。总是咱今仔日要思考的是，当民数记咧记载讲遮个拿西里年条例的时阵，有一项，大家咱去思考。第6章民数记的第6章的第1节安尼讲，讲耶和华吩咐摩西讲，你着吩咐以色列人甲因讲，无论男女，去特别的愿，就是拿西年的愿。家己分别归予耶和华，因为伊家己分别归上帝的凭据，是伫伊的头壳。所以哪些人、哪些女人会当查某的，会使无？会使。讲无论男女，许特别的愿，所以女的嘛会当做哪些女人？总是下即个愿，就是爱照所规定的这个条例，无酒、交酒、葡萄所产生的物件。有关的物件拢袂使食。厝内若有人死神，爱伫迄个所在分别做成离开。若无的时阵，伊就表示啊，破坏即个条例，无法度做哪些。然后呢，伫即个条例中间，有讲一个真要紧的关键，伊遐讲分别归上帝的凭据。啊，要做哪些的凭据？一个记号是啥物？就是伊的头壳。头壳做法就是爱留长头，袂使剃头，这是一个记号。咱若是讲到能力哦，咱甲讲这是上帝所交代，伊是一个记号。伊的头壳顶面，互人知，这个人是分别做成的，伫上帝面前离开世上。参孙伫这个细汉出世了后，开始伫这个环境中间，一直伫遐成长，一直伫迄个所在大汉。咱看见即个持续的过程中间，上帝加添能力予伊，上帝的灵直接伫迄个所在，拄啊圣经讲，上帝灵伫遐感动伊，上帝灵伫遐兴起伊，伊气力开始有。分别做成是一个尊主最大，挑工将家己甲即个世俗有所分别，一直努力，一直到上帝灵来感动。尽管这是一个无容易的过程，无容易的过程，一个无琴的囡仔。无几啊年了，你若向人叫伊讲停3年，你想会发生啥物代志？莫讲停3年，你叫伊停半冬，你想会发生啥物代志？你家己会感觉伊有发生代志，周围人嘛会感觉伊有发生啥物代志？是啥物代志？伊的能力、音乐的能力顶面啊，开始退步。音乐的能力是对对来。一直锻炼的中间，老师予伊的指导中间，一直伫遐锻炼，迄个培养伊的音乐的能力。一个刀子师傅，你想叫伊停收起来，免用迄种刀，你嘛离开即个行业，3、5冬了，你看伊发生啥物代志？无有锻炼的时阵，无有持续保持甲即个技术连接做伙的时，你发现有真侪能力要伫迄个中间老啊死了。参孙伊的能力是。即个成长的过程中间，上帝甲伊陪伴有即个环境，不管是伫迄个中间，上帝互伊当成伊是一个理想的人，然后成做上帝的贵人，甲伊永远伫遐连接。基本上条件就是尊主最大，会当破坏这个条例。即摆咱做上帝囝儿女，咱毋是要甲即个世界脱节，咱是活伫即个世界中间。总是咱有一个真要紧的，伫世界中间，咱甲即个世俗有所分别。
咱的价值观甲伊无共款。那是尊主最大，活伫真群的中间，咱毋是互人感觉咱是一个真奇怪的人，总是咱的生命中间，咱是用上帝个最了紧性。参孙开了失道，是伫1点仔久的时间，短短的时间，总是参孙的这个开了的培养是真长，真长，对出世一直到伊大汉。 遮长的时间培养伊的气力，总是伊伫遮久的时间、短短的时间，伊就失去气力，就是等于将伊的秘密甲第二啦，即个一生中间第三个负责人甲伊斗阵的即个第三个负责人第二啦了后，第二啦知影伊即个秘密，就将伊的头毛甲伊剃掉，短短的时间，即个人失去属灵的气力。 因为姊妹，咱做上帝的囝儿女，咱清楚知影上帝的灵来到伫咱的中间的时阵，伊是要培养咱，伊是要扶持咱，久久长长咱伫即个信仰的中间，咱伫教会中间，咱伫服侍中间，来累积即种信仰的能力，迄是一个无简单，毋是一工两工。咱透过主日的老师甲咱入来少年团契，咱入来青年团契，然后伫敬拜中间，无论是你是领袖，无论你是对教会造就礼拜中间来。 这拢是咧培养你甲上帝的关系，你有坚持的时阵，你会看见上帝能力不断伫你的中间。圣经甲咱讲福音是白白恩典，吼，既然咱要领受上帝恩典，上帝都要互咱。总是耶稣甲咱讲一句话，讲天国是努力打拼的日子，天国是努力打拼的日子，福音是白白的恩典。这两句话基本上无冲突，无矛盾。 伊若欢喜要接受上帝恩典的，上帝拢甲咱开启了大条路，大条。咱接受上帝恩典，反悔悔改来到伫上帝面前，就开始对伊开始咱一个新生命开始，总是呢线接落去，一个新生命开始，就是看咱是不是会当亲像迄个理想的人，面对世俗的挑战，中间咱伫迄个所在行伫上帝所欢喜的道路，无违反上帝所爱这个教义界定的时阵，咱就会当看见。 咱要成做一个有气力、有能力的人，因为上帝恩典就要伫咱的中间，上帝的带领要伫咱的中间。若无的时阵，咱无尊主最大的时阵，咱背迄个约、甲迄个条例，上帝领着是毋是啊？然后咱搁看见讲，迄个拿西利人是一个专心顺服、专心顺服。参孙头毛去互剃掉，咱会当真侪讨论的空间。啥伊的头毛去互剃掉？ 到底迄个头毛咧代表啥物？圣经咧甲咱讲即个真理，毋是迄个头毛的长甲短的问题，头毛毋是长甲短的问题。啊，当然已经讲了有一个背景，参孙的出生的背景是上帝规定伊安排已经要得到气力一段真长的培养，好亲像伊本身就是要伫艺术家的家庭中间，上帝用迄个艺术家的气氛、迄个家庭、迄个气质开始培养伊。 到一段长的时间的时阵，咱就看见已经要到一个成熟阶段的时阵，要成做一个艺术家，然后咱看见伊家己这个人啊，要甲伊独立，唔爱做艺术家。一个情景就是亲像咱咧讲的，对细汉就遵守这种的礼仪法度，袂当超过，总是迄个头毛不过是一个外在记号，就像咱伫美术系读的同款，伊是一个外在的记号。 要伫遐是毋是要顺服上帝了？生活细节中间，尊主最大，互上帝带领。头毛不过是伫迄个所在，上帝同在，上帝同在。所以当伊的头毛受剪的时阵，圣经用一句，大家咱深深去思考，不加戏剧性的一节的圣经，我想一节的圣经，互咱现代基督徒。 重新来思考，到底参孙伊的气力伫倒位啊？伫咱今仔日所读的即个13章，第16章的第20节的所在，圣经安尼讲一句话，讲当参孙去互绑起来时，讲参孙啊，非利士人来要掠你，参孙困就醒，心内讲，我要亲像前几礼拜。 家己分开，
总是伊毋知，妖花已经离开伊。史书记的26章的第20节，即节的圣经内面藏有真要紧的秘密。最后一句讲，总是伊毋知，妖花已经离开伊。这是一个信主人上界大的悲哀。参孙的父母嘛毋知影，妖花上帝的能力离开伊啊。参孙本身嘛毋知影，妖花上帝的能力离开伊啊。敢伊家己知，伊感觉伊还阁有能力。当伊的头毛受气的时阵，妖花上帝就马上离开伊。到底迄个关键伫倒位啊？就是当你违背上帝、无顺服上帝所讲这一切时阵，上帝就马上离开。总是有一件事，就是参孙伊家己本身拢毋知影上帝离开伊。啊，你即摆有一个可能性，伫咱的生活中间，咱的上帝离开咱家己也毋知。上帝离开咱嘛会当食饭，咱嘛会当做工课，咱嘛会当来做礼拜，咱嘛会当去服侍。无问题，就是当上帝灵离开咱的时阵，你会当做啥？伫生活中间，你会讲话，你会行动，别人会知啊，这个人好像像上帝灵离开伊。因起码你若发现这种人，你会替伊祈祷，免指责伊，知影需要求上帝特别为着这个人祈祷，互上帝的灵重新转来伫这个人的身上来帮助。但是，即摆伫咱的生活中间，咱得到上帝祝福的时阵，人应该伫主的面前感谢、珍惜即种的恩典。总是人常常伫上帝面前感觉这是家己的能力，这是我的学历得来，这是我的经历得来，这是我的财力得来，这是我的聪明巧气得来，甲上帝你无关系。只要家己的意思行，总是会记得讲，上帝伫迄个过程中间已经离开这个人，嘛可能离开咱，气死人。对今日来讲，头毛的长短甲气力无关系。你的家庭、你的家族的信仰的兴旺，甲你有钱无钱嘛无关系。你的信仰的兴旺无兴旺，实在伫你是毋是有遵循伫上帝的道理，是毋是敬虔伫上帝内面？咱的信仰毋是讲伫礼拜日早起上午这个时间，点啊久1点半钟久的时间的功课安尼尔。咱的信仰要互咱会当做伫全家来面对、来学习着，咱要面对的这个世界是充满真侪挑战，充满真侪诱惑。参孙的家庭袂当做到这个程度，参孙伊的父母无甲伊做到这个程度，参孙伊家己嘛无伫伊的家庭中间，甲伊厝内人做面对这个事，所以你就看见伊的婚姻，一个交配，搁一个，然后行伫上帝歪出来的道路顶面。有人讲事事伫中间，较侪事事，愈后壁的事事是愈来愈歹。参孙是其中的一个，袂当行伫上帝道路顶面。上帝原底伫迄个所在给伊设定，伊要成做一个拯救以色列百姓离开非利士人手。但是当伊的能力离开的时阵，咱就看见讲，这是一个真可惜。参孙搁了做家己有困难，但是最后上帝的怜悯。当伊到最后，伊遐祈祷上帝讲：上帝，你给我一摆最后一个困难。当伊去互别个挑的时阵，伊甲上帝讲：上帝，你给我一摆困难。我就伫这个所在来做一件要紧的事。上帝就互伊用死来完成。伫士师记13章一开始讲要拯救以色列人的这个事业，互伊用死来完成这件事。所以就甲大条沿路倒。第四非利士人3000人，伊家己嘛第四伫内底，伊用死来成就上帝的这个计划。咱即摆咱要对这个所在来看，比讲参孙的困难是你家己一个人，对不对？甲其他的人无特别的关系，家己一个人。最后，咱要对这个所在来思考，圣神降临的时阵，咱要经历的能力。今仔咱要讲的就是，甲参孙拄拄啊伫旧约中间讲，拄倒逼。参孙一个人领有困难，咱敢若会当行善，敢会当安尼，敢若有这困难尔，咱敢会当圣神降临了，来看去讲，新约圣经甲咱讲是真要紧的事，就是当耶稣基督受掠的时阵，了受定的时阵，
耶稣的这军队者，耶稣的所有者先，大家行来行，倒来倒，走来走。后来，大家听讲，耶稣定死了，国活。大家伫遐开始议论，到底是真啊假的？有人讲耶稣国活，有人讲咱就爱信耶稣国活，但是有人先讲，咱就爱信耶稣还未国活，哪有可能？所以到底要信耶稣国活，也是歪信？真侪这学生，这军队者，大家议论纷纷。一直到五旬节圣神降临的时阵，这惊的惊，无胆的无胆，走的走的人，这军队者圣神伫因的心中，互伊经历到上帝大权力、上帝大气力伫因的中间。后来这群人，军队耶稣者人，无论是学生也是军队者，大家拢勇敢起来。过去毋敢甲人讲耶稣基督的，拢伫迄个所在好胆，伫迄个所在，甲别人伫遐宣讲耶稣基督。300人主的这个比定，嘛伫正人的中间来传福音。使徒行传的第2章，他带咱所读的3个字来讲，这个耶稣，上帝已经互伊救啊，冤家的拢做伊的感情。上帝互伊救冤家的拢做伊的感情。军队耶稣的人，圣神降临伫因的心中的时阵，咱就看见讲，因就真做一个无共款的人。这人免留长头毛。这人嘛，毋免烦恼头毛剃掉的时阵会安怎？就受能力，上帝能力伫伊的中间。像即摆咱今仔日的科技咧，甲咱讲，有一个物件咱需要科技，这是一个电池。今仔日的手机啊、相机，拢爱靠即种物件。这看起来敢若一个巧克力，敢若糖啊，薄薄啊。总是相机、手机无即个物件。还是等于玩具无路用。但请问，这个电池会用了未？这个倒咧手机啊，倒咧相机内底的电会用了未？敢会当用永远的？用了 ，OK， 用了，你甲等你杀未？你敢会甲等你杀？如果这个电池若继续搁用，你敢会甲等你杀？你需要甲伊放入一个所在，放入一个物件顶面。这个物件就是要成做一个管道，互这个电池重新搁有电，迄就是电源。然后这个电池有电了，再当放入手机啊，甲相机内底。然后迄个相机甲手机啊才有结合。所以相机甲手机靠这个无电来靠啥？靠电源，会当充电的电源。只因为基督徒若是无电的时阵，亲像即个电池共款，等伊散无菜，藏的，搁小可点位。基督徒伫咱的生命中间，有当时啊，咱若无感觉有上帝的灵，甲咱伫即个世间甲咱相甲比的时阵，无论你做代志，无论你行道，你徛出去，你伫个工作的顶面，你伫事业的顶面。互人看起，你是一个能源，你是有电的，有电。你电是对上帝来的时阵，弟兄姊妹，你就发现到，你无安尼感觉的时阵，你就爱伫迄个所在想，是毋是上帝的灵离开咱？参孙无即个敏感性，参孙的即个故事，甲21世纪的基督徒甲咱提醒，咱看参孙，咱爱有即种敏感性。你有感觉无迄个能力的时阵，就是上帝离开咱。咱个基督徒，咱其实亲像一个手套共款，咱甲手套撇咧边仔的时阵，迄个手套是一个手套，无生命，总是手套甲咱放在咱的手内底，拢起来的时阵，迄个手套是活的，敢若有活命共款，是因为咱的手里内底，上帝灵甲咱相到伫的时阵，咱就会当一个无共款的生命。21世纪的基督徒真无用，有真侪世俗的事。当时啊，占满你的心思意念，可能咱会袂记你起初，咱是安怎来信主，咱是安怎伫上帝面前献身，要伫迄个所在立约，要跟地主的脚步来行迄种敬虔的态度，有可能咱会失去这个部分，咱会可能放袂记去啊。但是当咱愿意伫遐久久长长持久，上帝恩典中间，甲主即种连结做伙，亲像咱不管是插伫迄个充电器的顶面，甲上帝即个保持即种敬虔。
守律的、听上帝话去行的这种观念，这就是一个管道充电咱。那安尼时阵，上帝就透过圣神不断将迄个困难、将迄个能力放伫咱的心中。你的祈祷就有能力，你的灵修就有能力，你的见证就有能力，你的见证就有能力，你的敬拜就有能力，你的生活就有能力。你不管是甲主连接，若是安尼时阵，咱讲，即种上帝所赏赐的一种是上帝恩典。参孙的这个故事，若敢若互你想到头毛这件代志，故事要提醒咱，有可能你就是另外一个参孙，另外一个参孙。警醒咱家己，伫主的面前，参孙的代志，你甲咱讲，咱毋通搁请做参孙，当心咱来记得。亲爱的阮上帝，感谢你，伊逐世代来竞选阮。互阮伫你的面前来亲近你，主你互阮一个新的命令，阮奉你的名三甲自执，奉你的名来敬拜，奉你的名来服侍，奉你的名伫这个世间受你差遣，伫人群的中间见证上帝你的道理，是你的配来甲阮三甲同在。总是你甲阮讲，天国是路咧，拍拼的人才会当入去。原来阮当初伫主的面前，这个力量。甲个群体主的这个敬虔，阮已经背记了。阮背晓的时阵，阮就看见上帝你的灵就离开阮。互阮伫这个地面上，阮嘛会当生活，阮嘛会当上班，阮嘛会当做代志，总是迄个属灵的灵命已经无去。若是安尼，阮就诚做一个可怜的祈祷徒。主透过圣神感应这个事件，甲参孙伊个人所经历的这一切。互阮看见一历史的背景，甲当今教会甲基督徒所领受迄个能力的来源，乃是对上帝迄个所在。当阮将这切掉去的时阵，无论阮外表的记号是啥物，上帝灵无甲阮三甲同在，阮拢什么都毋是，亲像一支葡萄树枝已经离开葡萄园的时阵，伊就什么都拢毋是，袂当结果子。就这是你甲阮讲的假实。阮伫21世纪做基督徒的阮，搁较着珍惜上帝你互阮遮一切，然后有敏感来看见，阮愿意跟地主你的脚步，无体时愿意跟地，甘愿互主你差遣到伫人群的中间，不管是无袂去你阮家己伫主你的面前的力量，连接伫主，然后不断有上帝你所在来的能力充电伫阮的心中，无论行到倒位，人伫阮的心中就看见。完亲像基督的款式，通过安尼，完就会当有言无言的中间，为主你做美好的见证。愿上帝你赐福阮所有永福教会兄弟姊妹，初来伫个时代甲这个所在久久的兄弟姊妹，每一个人拢会当保持甲上帝你迄款的关系，亲像是一个灵通的关系。上帝你赐福阮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我去经验着。上帝，你是一个活活的主，你要将开来放伫21世纪所有的敬拜你的兄弟姊妹心中。献上感谢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祈祷。